過年又點可以唔食蘿蔔糕啊？你哋食咗未啊？未食嘅話，跟我一齊嚟整啊！又簡單又好味。材料我哋有粘米粉350克、澄麵75克、粟粉20克，然之後加入400克嘅水，將佢攪勻。攪勻之後，佢大概嘅狀態係咁樣。今次我準備咗3條白蘿蔔，將佢一半切條，另外一半刨成絲，咁樣嘅口感會好啲。切碎嘅蝦米同埋瑤柱仔，臘肉、臘腸切粒。準備3個碟，上面噴啲油，然之後攞個掃將佢掃均勻，連個邊邊都要掃到，咁啲蘿蔔糕就唔怕黐底。將所有嘢準備好之後，我哋而家開始炒臘味。臘味炒出油之後，就加啲瑤柱同埋蝦米。如果有紅蔥頭一齊炒會更加香，不過我唔記得買。當你聞到啲蝦米同瑤柱仔嘅香味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裝起身一陣用。咁我哋嘅鑊唔使洗喎，直接將啲蘿蔔條倒入去炒，兜2下我哋就冚蓋燜佢5分鐘。5分鐘之後，我哋就將啲蘿蔔絲倒埋入去。咁我哋都係兜2兜之後冚蓋燜佢5分鐘。然之後你就會睇到啲蘿蔔出咗好多水，千祈唔好倒咗佢喎。咁而家嚟調個味先，白胡椒粉啦、鹽啦、糖啦、蠔油啦，最後再嚟少少生抽。然之後將佢撈均勻，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將個火關咗，之後加入2/3炒好嘅臘味、蝦米、瑤柱，將佢撈均勻。撈均勻之後，我哋就加入1半嘅粉漿，將佢撈均勻之後就加埋剩低嘅粉漿。第2次加入粉漿嘅時候會比較難撈，我哋要俾啲耐性。撈均勻之後就直接可以裝碟。我預計呢3個碟可以裝得晒，點知最後4個碟先裝得晒。將剩低嘅臘味鋪響蘿蔔糕上面，裝飾一下，咁就靚仔晒啦。凍水落鑊去蒸。4碟蘿蔔糕我實在就唔想分2次嚟蒸，所以用筷子晾一晾，一次過蒸晒。係咪好醒呢？水滾之後蒸45分鐘。我啲蘿蔔糕整得比較薄，如果你整得比較厚，咁就要蒸1個鐘。用筷子好輕易插入去就證明熟咗。下面呢一碟大碟嘅我繼續蒸多15分鐘。蒸熟之後記得攤凍啲先再切喎。你可以直接咁樣食，亦都可以煎一煎嚟食，煎咗會更加香口。我已經忍唔住流晒口水啦，馬上嚟試一試先。我個細仔見到我拍視頻即刻走過嚟，佢平時唔中意食蘿蔔糕，見到我拍視頻又話叫我攞嚟食，食咗一啖就走咗，真係太好味啦！我食完一嚿又一嚿。過年期間我哋就係要開開心心咁食。